Hello，我係阿俊。近排咧，好多朋友問我關於買二手樓嘅一個按揭交易流程係點樣嘅。今日咧，我同大家分享一下關於呢個交易流程嗰啲明細啦。第一個咧就係簽署買賣合同啦。喺簽合同之前咧，我哋係要求業主喺粵省市或者惠州市自然資源局度上面查過屋苑最新嘅一個狀況嘅。上邊我哋可以睇到呢間屋苑嘅一個有冇抵押狀態，有冇查封狀態以及其他所有詳細嘅信息都係睇得到嘅，因為而家全部都係聯網嘅。確定呢套屋苑係冇問題，我哋先至可以進行合同簽署嘅。第二個咧就係支付訂金啦。簽完合同之後咧，正常嘅訂金咧係唔超過房價嘅20%嘅。超出嘅部分咧係作為首期款嘅一個用項嘅。一般二手樓嘅訂金咧係喺10%左右嘅。我哋具體係要睇雙方點樣去協商呢個訂金嘅金額問題嘅。第三個咧就係我哋要準備好按揭資料啦。我哋按揭資料包括咩咧？徵信報告、收入證明、身份證、回鄉證、近半年嘅銀行工資流水或者婚姻證明等一啲詳細嘅資料。具體係要睇對應嘅銀行需要我哋提供咩資料。買賣雙方咧約定到邊間銀行進行按揭啦。然之後我哋就等銀行嘅一個審批，審批通過我哋就可以進行下一步。呢度有一個 tips 就係喺按揭嘅過程中咧，買家係需要將個首期款儲存到我哋申請按揭銀行嘅新銀行卡度作為資金監管嘅。咁樣銀行喺按揭嘅過程中先至可以確保按揭順利通過嘅。第四個咧就係按揭通過之後咧，買賣雙方係要帶齊資料到不動產登記中心度進行網簽嘅。網簽完之後咧，我哋就可以交稅啦。交稅完就可以過戶啦。過完戶之後咧，房管局咧就會出具新業主嘅一個紅本回執。紅本回執出嚟之後咧，大概係3個工作日度就會出具新嘅不動產證，即係新紅本。過完戶之後咧，新業主咧就會將首期款轉到買家嘅銀行卡度啦。後期咧，我哋仲需要提供呢個銀行流水，即係我哋轉咗呢個首期款嘅銀行流水俾銀行嘅。按揭銀行收到呢啲資料咧，佢先至可以用於放款做材料。第五個咧就係房產證出咗嚟之後咧，經紀方咧就要將新紅本嘅副本送到銀行度做放款資料啦。銀行收齊資料啦，大概2個星期左右到咧都會放款㗎啦。放款到業主到銀行卡度嘅。第6個咧就係物業交接啦。業主咧收到所有嘅房款之後咧，我哋雙方就按照約定到物業進行交接收樓嘅。經紀方咧喺呢個時候咧就需要將新嘅紅本還翻俾新業主啦。同埋完成雙方嘅一個改名啲手續。呢個流程咧就正常咁樣交易完成啦。如果有咩問題唔係好明白嘅，或者有其他問題需要諮詢嘅，隨時都可以聯繫我，關注我，帶你了解更多房產資訊。